各位聽眾大家好，我繼續講一個話題，就係講開順源維元。我話順源維元有個背景，就係明言概念。民進黨一定要打擊國民黨，所以軍公教消防佢就取消佢嘅退休金，減佢嘅退休金。而家網上講有個將軍攞開10萬蚊一個月嘅，一減到6萬幾。點解咧？因為呢啲係國民黨嘅人。我哋如果知道咁，究竟係點樣嚟到爭取，或者喺維園嘅時候，我哋應該點反應？呢個就係收心嘅問題。恩與仇係由明言概念生出嚟嘅，所以恩反成仇，仇反成恩。咁最令到起維園嘅就係恩反成仇，愛反成憎。本來愛變咗憎，本來恩變咗仇。如果而家站喺軍公教嘅立場，軍公教同消防嘅立場，知道自己係國民黨時代嘅人，裏邊好多國民黨員，咁知道自己一定係打擊嘅目的，冇得反抗㗎喇。因為民進黨國會佢都控制晒，佢絕大多數票，每個省市嘅立法議員嘅議員，民進黨最多，唔淨止係一個縣市嘅首長，連民進黨嘅議員都特別多，所以係冇得反抗，冇得反抗就要澄清啦。所以係應該揾一個平台嚟訴出心中嘅苦。咁係唔係啊？凡蔡英文出，我哋就好似如影隨形咁包圍佢咧？唔係，因為咁就做到個社會混亂。你睇下，去一個地方，嗰度係6間軍事學校畢業典禮，蔡英文想去，結果搞到大陣仗啦。旁邊間小學要停學，好大範圍企滿晒警察，嗰啲車啊，警車逼到滿，根本冇法子過馬路，因為你捐唔過啲警車。咁結果佢示威嘅幾多人呢？10幾個人。不過雖然係咁，蔡英文取消咗佢開個畢業典禮，因為點解？驚。好，呢個嚟講對蔡英文嚟講係維園，好開心啦，搞到佢唔參加啲典禮，順緣。但係我個睇法唔係咁，呢個由逆緣嘅人去爭取一個暫時到極嘅順緣，冇用嘅。如果和和平平對所有嘅民眾講明，我哋而家被削減咗幾多，你哋唔好有啲人話我得3萬幾蚊人工，你哋減完之後仲有6萬，仲唔夠啊？咁，喂，係當時你同我簽約簽出嚟嘅噃，我哋領少咗人工去攞個退休金嘅噃，係有條件交換嘅噃。咁你而家認為要減到咁多，係咪公平呢？有一個大學教授揸住個封信，你得返幾多錢？佢喊，呢個係一個好出名嘅教授，呢個喺美國做教授做到已經出名，係台灣挖佢返嚟喺台大教，佢教咗成30幾年至退休，喺佢手上培養出好多人才，結果個晚年放我食飯就夠嘅。不過而家美國
叫我去邊度叫我去開會，我本來想去，而家睇見咁嘅退休金，買張飛機票嚟講，我都係好大嘅支出，所以我決定唔去，流眼淚。一個將軍又係10萬蚊退休金，呢個減得仲慘，減得得5萬幾，唔知點計嘅。呢個將軍幾多歲咧？80幾歲，差唔多90歲。做咗幾耐？做咗50年，做咗將軍，做咗50年。喺金門炮戰嗰時，大陸打金門嗰時，佢係指揮之人，佢打過仗，結果打贏咗。佢話：你點解話我哋係米蟲？因為啲網上發動，民進黨發動，佢哋係貪，佢哋係貪腐分子，搏攞多啲退休金。我哋嘅人工係咁多，佢退休金仲高過我，唔使做嘢，係米蟲。佢話對我人格嘅侮辱。我呢幾十年保衞台灣，無時無刻唔設計點樣嚟到起啲乜嘢地方，用整啲乜嘢設施嚟到保衞台灣。喺金門我打過炮戰，結果而家話我係米蟲，蛀米大蟲，減我人工。所以好多如果將呢啲案例喺平台上廣泛宣傳，我相信比而家一味威脅蔡英文好好多。因為而家搞到台灣嘅社會大亂，亂係咪好咧？咁啊，好多人話好啦，解放台灣啊嘛，等我越亂越好，等啲人越窮越好。我唔係咁睇，統一台灣唔需要逼到台灣冇飯食，唔需要逼到台灣好孤立。我哋俾恩俾台灣啲老百姓知道，例如佢哋而家落嗰啲菜農、嗰啲果農就知啦。冇大陸唔同我哋買嘢，我哋啲香蕉賣到1蚊一斤，我哋啲菠蘿賣到3蚊一斤，本來25蚊，而家賣到3蚊，連鳳梨酥都冇人買，因為大陸嘅人唔嚟，係大陸人買鳳梨酥買得最多嘅啫，佢哋知啊，咁就夠。咁就係處理順緣同違緣嘅辦法。如果我違緣，我去鬥爭，咁呢個就唔係修身。知道違緣都可以變順緣嘅，咁你就係點呢？去攞老百姓嘅同情，攞2300萬人嘅同情，將來未必唔可以反叛。民進黨如果輸咗，接手嘅人一定唔會咁樣減嗰啲退休金，可能恢復翻佢哋。勞工一定唔會減少佢哋嘅假期，一定唔會無限加班，強制咁加班。佢修改個勞工法，點解佢唔怕得罪勞工呢？因為反對嘅係工會。好似得6個工會啩，6個工會咧，國民黨嗰啲人組織嘅，當年，所以要打佢哋。嗱，我哋一世人自己諗一諗啊，我哋其實有好多順緣同違緣嘅事，違緣同順緣係相對嘅，係零和遊戲。得到順緣嘅人，可能就搞到有人變咗違緣。無論你得到順緣係違緣，如果由名言概念嚟到得，或者因名言概念而失，令你個心好唔自在。但係假如你知道
離開名言概念嘅時候，你就超越咗佢，超越咗名言概念，唔係否定名言概念，係超越佢。當你能夠超越佢嘅時候，你心平氣和嚟處事，你就會處得好好，好順利。我有人誹謗我，誹謗我嗰啲事好可笑嘅，咁我係咪嬲嗰啲誹謗我嘅人呢？呢個對我嚟講係違緣啦。好多人就話收發豬佢咧，佢咁樣誹謗你，大錯。我調轉，我同佢哋懺悔，因為佢做咗惡業，憑空咁誹謗，我同佢懺悔呢個惡業。我真係唔記恨佢哋，甚至而家佢哋講起提起啲舊事，我連呢個人乜嘢名我都唔記得，呢條徒弟可以證明啊，咩名啊嗰個咁就真正係處理順緣與違緣嘅修心。我哋嘅違緣有3個緣係無法之避免，老病死。一定嘅，我而家老啦，諗起當年喺香港中年，一眨眼變成老年，病一定將來一定會病，唔病就冇死唔去，死一定死。呢3個無可避免嘅違緣係冇得反抗嘅違緣。咁啊要點呢？所以我修持，我修行，唔淨止修心，我仲跟住靈馬派嘅教法嚟到修。我希望我能夠修到解脫道，入到解脫道。咁我第世再嚟呢個世界，我有好多資糧，我有學佛嘅資糧，我個有學佛嘅習氣啦。一路一世一世咁修，修到我終於得到涅槃，得到解脫，我就得到究竟嘅安樂。要咁樣先至係觀察順緣與違緣嘅要點，唔係去反抗，唔係去對抗，唔係去報復，係要原諒、寬容。